大家去旅行啊，最注意啊，就應該係酒店嘅安全啦。你鎖好門，放好貴重嘢，你以為喺間房入邊啊，就應該好安全啦，係咪？錯啦，今日啊就要講呢件事啊，真係啊恐怖到令人發火啊！一名香港嘅女仔啊，自己一個啊去越南旅遊啊，住酒店竟然發生咗一個男員工直接衝入去啊，個女仔爭啲就走光啊！重點係咧，事後啊想投訴啊，竟然投訴無門啊！到底發生咩事啊？我哋一齊睇下。話說啊，呢件事係星島申訴網啊接獲嘅求助啊。當事人就表示啊，佢喺越南啊入住咗當地嘅酒店啊，原本啊開開心心咁去旅行啊，點知有一日咧，佢喺房裏面啊完全冇防備嘅時候啊，竟然有一位啊男員工冇敲門，冇任何通知，直接用房卡入咗房啊！喂，大家諗下，如果嗰個女仔嗰陣時係沖緊涼啊，或者換緊衫啊，哇，咁其實係有走光嘅風險㗎喎。呢個簡直係嚴重侵犯呢個私隱啊，甚至啊係構成恐慌啊。呢種情況啊發生喺酒店啊，簡直係離譜到極點啊！最令人意外嘅唔係呢件事嘅發生啊，而係酒店嘅態度啊。呢位女遊客啊，發生呢件事之後啊，即刻同酒店反映啊。但係你估酒店點樣處理啊？酒店嘅態度係好敷衍，甚至可以話係唔睬你咁滯啊！喂，你想攞個交代啊？對唔住啊，完全投訴無門啊！喺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啊，遇到呢啲事啊，就俾人當波踢啊！你想投訴都唔知去邊度投訴好啊！呢件事啊，真係俾大家一個好大嘅警惕啊！我哋去旅行啊，記得啊，揀酒店啊，唔好淨係睇個外觀啊，安全措施同口碑啊，真係要再三核對啊！大家之後去越南或者其他國家旅遊啊，除咗鎖好門呢，最好都要準備好門阻氣啲類嘅小工具啊！對於呢間酒店嘅處理方式，你哋覺得誇唔誇張啊？如果你遇到呢種事，你會點做啊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咁去到影片嘅最後啦，我希望大家都唔好忘記旺旺呢個咁勇敢嘅媽媽，每個生命都值得我哋尊重。多謝。